年龄的差别，城市里他自己的差别。现在别的学校里可能国家党里啊，你3年是没有过，最后是有过，你那是3年3个月是那的。俺们这里，他可是3年3个月，3年3年做了1年的，3年的15的，去年3年做了1年的，1年15的，去年3年做了1年的，俺这里3年的从来都是那的，3个月2年是有，结果1年是有，出来，你们的年可以什么时候呢？你这点是中国的新方上的很多钱，但别忘了你们钱都是给别人的，然后就没去购买的，这个可以因为呢，当地的菜为了항상给买的，因为呢当地的呀，国内吃不了的，当地的生活有我不吃的方面，然后他们是这些，有些方面数学也是把它给学的，这都是当地。他这个女的方面这毛发这个买的是了不买的，放这去都是那种是当地是有的。你这个马上产的时候的时候，我是当做的，别上班也还不出来呢。别的都就能够了，马上就当年忙出去了。我也是可能学校上我了，也当很前面，那么是年轻人的，他那个时候是干嘛的？啊，这前面去到别说了，学校上我的学错的时候，年轻人的他那个学校的。到差不多你知道嘛？如果从这里就是3码的。
原来是咖啡机这不属于，因为的人那个忙着几多的差不多呀，也他们的人那个也上学学这些，我就原来属于咖啡机的工资收入，其实你开什么快工资收入呢？他那个是保有这个的了，然后这个根据退休的，还是少人开心工资收入，然后这个他这里那个我呢，可以别人把这个然后根据退休的那个。退休的了，估计家里的类似的，就是有人都是类似的，就是有人都是类似的。因为呢，康萨的人买到些，康萨的人家的十边的谁有呢？康萨的人嘛，自己说的是些那么多没法说的。人家期间刚刚是除了你本人的大人就，退休来的人他是不是学了？他那个这个你的除了你刚刚不是干过的。特别是做了就个人来，他既然我是我，感觉东西这些我，他就全可以的。本来他们就把这个我是这些我，我们他们全部是我的，你这个嘛那是不是人家我的？你看到这书名啊，确实里面那种这些的，然后也根据这书的写的，这书别了，确实你不是写的。我主的因为十边的大家当地的，这简单把些跑动，我让这个这忙吧，现在的我可以洗里面的，这两天去的忙着去的，这个不忙着跑动，我让这个就是这兄弟那个，这兄弟的，这种的那个车道不那个，现在真正有的，我让这个是不是康萨的也都几个月的话这个十边的，一类开车是康萨的，他那个这个方面，我让这个人说，他那个配的是。那你学的说了呀，你是我嘛的，看他是因为的，他的那个的，他我人上当你是我嘛的，今天我马上说了，忙着就别忘记我了，忙着你东西了，一切都，你在我学的方面，看他让我学的，他也不是是不能，你在我也不学的方面，他也不是不去的学的，这个让人家晓得，就是个人如果就是不是嘛的。你们也差点那干什么女的呢？他个人性的，他自己来是的，另外一点才是这个呢，原来是啥情况呢？我还是学习的，就是别人那里是他们说的，马上就跟你学的，到这可能你才是马上就别差过的时间开始学习。这个别的事情没什么的，马上就往如果里面跟你说的，其实跟你说的，这个主要是今天比如说。这个是没什么的，也是不会，是一个人呢，我学了10年，但关键没有中间的嘛，大量的东西我写下来了，写我说的主要是给我嘛的，那反正写完那些特别是学生的这英文的小语音，你那么说也学和你学的那么说也，公家的语文呢，他包括你妈哪个的，也这些必须的在，我还说了，马上就给你自己写出来，差点那么做错了，之前工作的差点那做错了，到下午差点那做错了，那多心的马上就是联系我们说的认真错了，还有因为呢，人家公家学文呢，我在哪里呢？完了，他在原来的学文，他的原文的学文哪里呢？初高中呢，在我学校的方面，他大概人家的历史上是历史学习，研究的人家的人，他们他下的人家的人，他的他不是人家的人。初高中呢，在学校的他们是历史的学习。Hello. 오늘도 소식 나와서 보시겠습니다. 당연히 주셔서 수능에서 선수이 되는데 아니 뭐지는 성이